Hello，咁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個樓市啦，因為小弟其實過往大部分嘅資產呢都係放喺樓度嘅，試過高峰期係真係一年買一層樓嘅，試過連續幾年。咁當然而家就今次唔同我㗎啦，第一即係嗰個時勢問題。好啦，所以其實我一路都擺好多時間去留意呢樣嘢啦。咁雖然我稱不上專家。但係我發覺有一樣嘢其實真係好少人講。OK，咁我唔知即係各位聽眾對樓宇，即係大家朋友仔，即係對投資樓宇有咩睇法啦。我身邊好多人，尤其是本身冇買樓嘅人呢，都係繼續睇跌嘅。有買樓嘅呢，就希望佢升啦，當然啊。但係有一個位呢，好多人都講唔到。例如而家好多 YouTuber 有啲學者啊話樓市跌7成啊8成啊。咁其實我覺得係荒謬嘅，直接啲講荒謬，即係可以好科學去睇荒謬，而事實上都係荒謬。一個國家、一個地方，如果你樓價係要跌7成，首先你租金都要跌7成，第二就係你嘅人工都要跌7成，因為係平衡㗎嘛。即係你揾咁嘅人工，你有咁嘅開支、咁嘅鋪租，有咁嘅樓價，有咁嘅生活水平係掛鈎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如果香港樓價再跌7成，咁冇可能噶咯，已經平過深圳噶喎，南山區都萬幾兩萬蚊尺喎，係嘛？咁所以我覺得有啲人講嘢為咗博眼球呢，係可以話不負責任去到，因為你喺個市差嘅時候講繼續差呢，第一你繼續應驗啦，因為你個趨勢係向緊下啊嘛，咁你好容易應驗啊，好準啊，好有道理啊。咁第二，人呢係好中意去留意一啲世界末日嘅一啲資訊，呢個本能反應嚟，冇得講，因為你本能需要，你諗下啦，人類講緊可能由原始森林開始，你係需要了解個社會個地方有啲咩危機，你先至可以避開一啲野生動物啦，即係原始要 protect 自己，你要留意一啲負面嘅嘢，咁我覺得係正常。咁但係好啦，去到主宰緊香港人嘅財富啦，嘅樓市，咁係咪真係咁差呢？其他嘢可以慢慢分析。但係今日我想講一樣嘢，就係講緊香港成個香港有冇錢先。OK，因為我聽好多所謂嗰啲大學專家嗰啲，我費事開名啦，即係因為我 YouTube 即係某幾個大財經頻道，你都會聽到佢講嘅嘢噶啦。話住宅會跌6-7成咁樣，咁有啲話會繼續跌，即係無限輪迴。咁首先第一樣嘢，即係呢個世界一定係有陰有陽。OK，陽極一定必定去翻陰，陰極一定去翻陽。最凍天嗰一日咧，一定係嚟緊係越嚟越熱，打風打到最盡嗰下咧，咁個天氣一定係越嚟越好。即係呢個就係宇宙規律嚟㗎啦，即係我唔需要去否定佢。但係即係唔好跌落一個位度，就係喂，所有人都好悲觀，就永遠會悲觀。當你覺得話永遠會悲觀，永遠跌落去，或者掉翻轉永遠會升落去呢，嗰刻你有呢個感覺呢，其實就好危險啦。因為每個人好多人都會有走出嚟講就係喂，this time is different， 即係今次係同以前唔同啊，今次真係會永遠跌落去㗎。當你聽到呢兩句說話，今次是不同的，同埋會唔會永遠跌落去呢？或者今次會唔會永遠升上去呢？當你聽到呢個說話嘅時候，你就警醒啦，因為市場永遠係情緒所主導。咁所以就算有人同你講喂，Bitcoin 可能有機會永遠升，因為國家買緊機構買緊，所有人都買緊，跟住穩定幣啊，有 RWA 啊，呢樣嗰樣啊，今次唔同喎。咁有人咁樣開始咁樣講呢，佢就開始要小心啦。OK，咁唔會永遠升，唔會永遠跌嘅。好啦，今日想講嘅咩呢？就係講緊香港呢人有冇錢。咁我就會分享一個圖啦，就係講緊香港定期存款嘅總量啊。OK，咁呢個係冇咩人講，但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非常緊要。除咗樓市同股市都係直接影響，不過股市就升咗一段時間啦，咁係樓市未升啫。咁你睇到啦，香港樓市高峰幾時呢？係2021年嗰陣時嘅 CCL 呢係190幾點，
即係中原領先指數啊，中原嗰個樓價領先指數190幾點，咁啊高峰期啦，當時係咪？咁好啦，咁香港當時高峰期嗰個存款總額呢，其實得5萬幾億嘅啫，即係香港所有銀行加埋嘅定期存款得5萬幾億。OK， 點解？因為嗰時息低啊嘛。好啦，咁啊20年、21年 Covid 尾聲啦，美國唔掂啦，因為低息周期太耐，印得太多錢啦，要開始收緊銀根啊嘛，美國加息啊嘛，咁啊一路加息嘅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